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牺牲来到伯示巴，就献祭予伊老爸以撒的上帝。夜间，上帝伫异象中对以色列讲：雅各，雅各，伊讲我伫这里。上帝讲：我是上帝，就是你老爸的上帝。你落埃及去，毋通惊吓，因为我必互你伫遐里成为大族。我要甲你同落埃及去，也必定要带你转来。约瑟必甲你送终。雅各就对伯示巴去行。以色列的后生因，互因的老爸雅各甲因的牵手囝儿，拢坐伫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顶。因阁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精生货财来到埃及。雅各甲伊一切子孙拢一同来了。雅各甲伊的后生孙仔、女儿、孙女，并伊的子孙一同带到埃及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伫下面。雅各甲伊儿孙，雅各的长子是流便，流便的后生是哈洛、法洛、希西伦、加比。西面的后生是亚摩利、阿敏、阿哈、阿金、所哈，阁有迦南女子所生所罗。利未的后生是吉顺、哥哈、米拉利。犹大的后生是尼、俄兰、示拉、法勒斯、夏拉。唯有尼甲俄兰死伫迦南地。法勒斯的后生是希斯伦、哈姆勒。以撒加的后生是多拉、普遐、约伯、新伦。西布伦的后生是西列、以伦、雅利。这是利亚伫巴旦阿兰甲雅各所生的后生。阁有乳儿、迪拿，儿孙共33人。迦得的后生是施火云、哈基、苏尼、伊斯本、以利亚、阿罗底、阿列利。阿瑟的后生是임나、亚西希亚、亚西伟、比利亚。阁有因的小妹西拉。比利亚的后生是希伯、马吉。这是拉班甲伊囝儿利亚的婢女斯帕对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。雅各之妻拉结的后生是约瑟甲便雅悯。约瑟伫埃及地生了玛拿西甲以法莲，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阿西娜甲约瑟生。便雅悯的后生是比拉、比结、阿士别、基拉、乃曼、以西、罗什、母平、和平、阿洛。这是拉结甲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4人。但的后生是何辛。拉弗他利的后生是雅西、古尼、亚瑟、起领。这是拉班甲伊女儿拉结的婢女比拉对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7人。迄天雅各东到埃及，除了伊新妇之外，凡对伊所生的共有66人。也阁有约瑟伫埃及所生的2个后生。雅各甲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派人引路往高山去。怎呢？因来到高山地，约瑟透车往高山去，迎接因老爸以色列。甲见了面，就拍伫老爸的阿妈棍，哭了真久。以色列对约瑟讲：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影你还阁伫咧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
约瑟对伊的兄弟甲伊爸的全家讲：我要上去，讲互法老对伊讲，我的兄弟甲我的爸的全家，从前伫迦南地现今拢来到我遮尔来了。因本是牧羊的人，以养精生为业，因甲羊群、牛群，甲一切所有的拢带来了。等法老调恁的时阵，问恁讲：恁以何事为业？恁爱讲，你的仆人对幼年直到如今，拢是以饲精生为业，连阮的祖宗也拢以此为业。安尼，恁可以住伫高山地，因为凡牧羊的，拢被埃及人所厌